望未来感谢着咱今日的咱车主哈，咱头家娘，我说将书一笔大义，到社新闻连传台。你就讲时候，本有机会来到比我哋开店一间哈，啊，今日的粮食这里，那就多2点半准时来产鲜，也将代表全班的演员，那咱今日的咱车主，咱头家娘，这里万分的感谢啦，祈求咱我哋真实的来安中保佑，啊，今日的咱车主，同头家娘全家吼。会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会让平安大汉时，日日平安，日日健康。阮团来自咱新竹北部，咱上喜剧团来到比宝地开演一间哈，安人的天气，出面好油，记得做下小慢条呀，补充身体哈。初2点半，下晡2点半，办最8星期同来庆祝，咱用风光，咱我哋进行圣诞前宵。为了感谢各位亲民会员开放光临哈，2点半开演到5点哈，按照本盘7点开演到9点半，依家替大家会出，为了感谢有想下，因为来到有没有票？感谢苗条，各位咱头家娘，真好啦，真多谢，无想你的时间健康玉宝来到苗条的所在，来赞助不同的公菜来拜拜哈，为了感谢着咱今仔日咱车主哈，咱大头家娘，我想将主和不同有机会来到比宝地开演一间哈，咱的不准时2点半来办事，为了感谢祈求咱今仔日咱用风光，咱我哋真心用真实，会来安中保佑今仔日咱车主哈，会让全家哈，会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安康百福路人千祥，做生意兴隆风度大典，为了感谢今个日唱出个交代，今日哈会来做歌戏了客家戏。两种语言联合演出哈。
先够又不先，汉兄你弟弟怪，你帮了这个步，你懂兵汉小组，他赛我不是好，我爱先做不太新鲜，他先回来，这个要点先回就那好就进行上山山丘不自修，那是我要想修。做个工作在先，手里我报上他相熟，多点地气财，收获有善财。啊哈，哇哈，有我。好，做个不了，好车一张图被拍。好，你就已经在播过了来。好，山丘我规定，我见平安大发财。让30年7到年，新家一天多条理，无狂无怒多笑颜。
คนเรียนคุณเพียงสาย 到处一怪，只叫火炉奇怪，查查火炉贵人爱，拜呀拜呀上红来。怪力感谢，要不要点社会？挂落所在，后方车站旁为退车旧。报告，好。这个你感谢，这边来摆摊数多的。这里，我要看见头壳顶，双手双脚打开，手里叫做天，一代好为天，天官赐福，连天修啊哈，哇哈，喵啊哈哈。
处理这是哈，还还以在事完明啊哈，哇哈，苗王哈哈哈哈。第三哩，葫芦口面头角刀，关牙排列金架头，处理叫做泰山兵丁加顺炮啊哈，哇哈，苗毛哈哈哈哈。用我的处理这是表现贵族的经验啊哈，哇哈，苗啊哈哈哈哈。你的观众感谢，所有电话会议是我的，要给电话或者进行按电话拨笔，并且让光标无时候排列啊，蓝天把好不让进行。
总先米个，总先来呀了，亲娘。
看胸看头之有修，跟随我如流，我给记起秋，手拿红的是靠，很红手片，股票红索神你靠，非刚临你到秋，我堂就修，有仙起了，去了。说到先生要有我怀疑，刘先生，你知道，在六时代的日，中华民国开国114年农历，就是咱9月30日，要来恭祝咱新竹英雄宫，新竹英雄宫，或者正是圣诞千秋万事无强盛成寿，由咱社先社有发地主李英忠、李英秀。李花莲顶一同求社神因，到雪莲五传台，有本大火做个宣传台恭祝福寿，受过一团，咱新竹英雄宫或圣神，神通讲台为神的灵感，会来表咱社先社有福地主李英忠、李英秀、李花莲顶，浑身体健康，招财进宝，做生意人。下来步步高升，大赚钱。老岁仔人身体健康，吃百二。今仔人头一定好有钱，少年人家着成功赚钱的好时机。日日出，日日好，日日招财又进步。再祝福世间必有咱李英忠、李英秀、李花莲，互伊甲关心拢多添福。多财多主多添寿，邀请众百姓，这个活动恭祝贺寿。老先最近我就是有，武将们，一同你当下去上先到的八仙，大的八仙，半仙来恳求。有咱相信的地主，祈求高门前再定富贵万年，高门前贵族家尊代代出名，咱走人财，赚钱无人财，走人财，赚钱无达达，互咱金银来保满厝家，互咱东西南北去，赚钱啦赚水，咱好个赚钱来比。社主人合定平安如意吉祥。我在胸中心给秀。先说
父母，我们娘想要有我话语，今日是传统大会，提条八仙来个话堂听咯。今我最近我就需我要。做人来，你怪我家己才来。话语。小青，让请相拥。为何把脸都无天我少年进行水草，为何你脸叫上天我今朝见上金演，上天我是金丝的，将先还桃花，叫是人间出修理的。金丝奇皮，为同拜寿。情。有时在这里这里表示，就觉得任何光和技术的感情，像感情秋火之秋，一百红标不说，再白不再平安。